大家好，又係我房哥啊！呢一集房哥帶各位朋友仔過嚟劈價啦，10,888可以買到博愛7樓，而且係樓層任揀嘅傲風天意呢個樓盤啊！大家可以望到啦，呢個樓盤周邊嘅交通狀態係非常之牛噶，門口係新中通道嘅博愛7路嘅出入口嚟噶，直情可以開車去到深圳先40分鐘。搞掂啦，而且咧仲有去到香港碼頭嘅一個國際碼頭，仲係半個鐘就可以到達噶啦。呢度直情行落去就係行政服務中心，只需要1公里可以搞掂深圳嘅直通巴士、香港嘅直通巴士，仲有商場都有埋噶啦。而且我哋辦所有嘅手續都喺行政服務中心都可以搞掂嘅，而且咧周邊嘅商業咧係非常之發達噶。1公里可以去到富日城 Coco City， 仲有我哋嘅利和廣場生武會員店，呢個係咪非常之好嘅配套呢？仲有醫療，仲加巴閉啊！開發區醫院就係屋企門口1公里搞掂，博愛醫院1.5公里，人民醫院1.5公里，全部搞掂啊！呢個醫療簡直係無敵嘅存在，呢個位置可以望到呢，真係黃金嘅寶藏嚟㗎，而家10,888一個方可以攞低2棟、3棟、5棟、88方、89方，仲有104方嘅，全部係現樓嘅，而且係樓層任揀啊，先到先得啊！睇埋呢個小區係咪非常之詩情畫意呢？呢個水道仲有佢成個小區嘅現能嘅設計係非常之舒適嘅，可以做到人車分流。別墅區同埋高層全部係分開打理嘅，睇到啦，呢個小區嘅落道係非常之靚嘅，步梯啦，仲有水景啦，仲有每一個地方嘅佈局啦，係非常之低密度嘅小區嚟嘅。可以睇到依家賣緊嘅咧，騎樓咧就係落棟啦，落棟同埋2棟、3棟、5棟都係一樣嘅戶型嘅，但係咧而家2、3、5棟嘅120方呢個單位咧，全部賣晒啦，只有落棟先有呢個單位啦。而家推嘅咧，全部係2棟、3棟、5棟嘅現樓單位，即買即收樓即交標嘅，而且咧佢個裝修嘅標準咧係相當之高端、相當之大氣嘅。呢個環境我可以話係無敵嘅。想當年咧2萬幾蚊嘅單價先可以買到呢度屋苑嘅樓。而家咧只需要多嘅10,888，呢個簡直係無敵，打5折。大家睇到呢個環境係咪相當之好呢？小橋流水，環境相當舒適，相當之雅意嘅。如果你近期咧有關注過呢個樓盤傲風天意嘅，仲未落手嘅，你執到大樓啦。落棟嘅，我相信好多朋友仔係買14,000、15,000攞低嘅，仲有2棟、3棟、5棟嘅，好多朋友仔係2萬甚至1,800嚟攞低嘅。但係而家任揀10,888，我不停重複10,888係任揀嘅，呢個簡直係不得了啦！大家可以企喺呢度望住成個小區嘅現臨嘅環境，簡直係無敵，而且全部係現樓。呢個咧落棟咧，而家咧交樓要去到明年嘅4月份。4月底先去交樓，跟住只要推嘅咧係現樓，即時買即時收。如果你近期啊真係想買套剛需嘅、改善嘅，呢度都會俾晒你所有嘅價值嘅唔同嘅，夠平啊，真係夠平啊！而家88方嘅95萬全款攞低，89方嘅97萬全款攞低。104方嘅113萬全款攞低佢。如果你要做翻首期嘅10萬蚊首期搞掂晒所有，呢個咪價值咯。呢度5棟，呢度係落棟，成個小區咧係堆坡式設計嘅，越嚟就越上，因為咧呢度係以前係個小山坡嚟嘅，依山而建嘅。環境空氣係冇得彈嘅。你近期有冇去睇過三鄉嘅樓盤啊？有冇去睇過坦洲嘅樓盤啊？但係
我勸你一定要考慮下，先嚟睇下呢個樓盤，再做決定，包你冇任何嘅遺憾啊！哇，真係靚啊！睇下呢個小區嘅入戶大堂，相當之高檔㗎，成個小區外立面仲有樓間距錯開式嘅，相當之舒適嘅。再望住旁邊咧就係博愛里啦，都喺度賣緊嘅。下一期咧，房哥同大家出視頻，兩個小區我一定揀呢度。呢度唯一嘅缺陷就係實用面積差咗少少，但係咧佢個裝修俾到你非常之豪華，一樣係彌補你所有嘅遺憾嘅。兩梯4個單元嘅，88方、89方、104方同埋120方，全部送埋精裝修。而家揾房哥嚟買嘅，再送埋5年嘅車位嘅使用權俾大家。跟住我鏡頭睇下呢度嘅示範單位 ，OK， 兩梯4個單位，呢度咧就係16層嘅入戶大堂嚟嘅。呢個大堂可以望到啦，採光係相當 OK 嘅，因為咧呢度有個大窗戶嘅採光非常之陽光嘅。今日只要同各位講解嘅係10,888一個方嘅人簡單位，104方嘅咧110萬咧就可以攞低噶啦，89方嘅97萬就可以攞低，88方嘅95萬攞低佢。先嚟講解88方入門嘅所有見到嘅，包括指紋鎖都係交樓嘅標準嚟嘅。呢個就係餐廳位置，餐廳位置同時4到5個人喺度食飯唔成問題嘅。廚房咧雖然可以睇到咧唔係好大，但係呢個騎樓咧可以拓展打通埋佢咧，成個廚房就好闊落啦，好大氣噶啦。睇埋呢個客廳咧係3.3米嘅一個闊度嘅，同時6、7個人喺度睇電視啊、活動啊都不成問題。騎樓咧望住係西南朝向嘅，望住山景啦，仲有城市嘅景觀。前面咧就係行政嘅服務中心，嗰度有香港嘅直通巴士啦。成個片區都係非常之成熟，可以望到嚇。睇埋呢個房間位置啦，呢個房間咧設計得非常之明確嘅。呢邊就係客廁嘅位置，客廁咧做埋分電式嘅乾濕分離咯。呢間房間係最細嘅房間，設計得非常之好嘅，榻榻米啦、書台啦，空間係咪好充足咧？呢一間房有個優點咯，有飄窗，景觀咧係西南向，好陽光嘅，衣櫃又做埋啦，成間屋嘅中央空調啊都係標配嘅，呢個裝修標準係唔低嘅。呢間咧就係主人房嚟噶啦，主人房咧就係180度嘅落地嘅大飄窗嚟嘅，景觀方面係冇問題噶啦，同騎樓嘅景觀係一模一樣嘅。呢間房唯一嘅缺陷咧就係3房2廳1個衞生間。如果有2個衞生間嘅話，呢個開發商真係發達啦。不過咧，而家個價錢咧95萬可以攞低咁靚嘅單位咧，改善度假同埋養老咧都 OK 嘅。再嚟睇埋89方嘅單位，都係3房2廳1個衞生間嘅。呢個咧一樣係交樓嘅標準同埋指紋鎖。呢個櫃咧就唔係交樓標準啦，2樓空間俾你可以睇埋咧。呢間屋苑嘅設計咧又唔同嘅，係通透式嘅，餐客係一體嘅，所以咧更加顯得闊落。呢個廚房一樣嘅，都係比較細，騎樓一定要打通埋佢，就非常之闊落啦。呢個實用性一定係增強啦。再設計埋一個中島台，係咪更加靚咧？餐廳位置一樣嘅，4到5個人同時食飯都 OK 嘅。呢邊再做埋一個餐邊櫃咧，就更加完美啦。客廳位置一樣係3.3米嘅闊度，700個人咧同時活動不成問題。騎樓位置咧就係正東南朝向啦，望住成個開發區嘅環境、山景同埋城市嘅配套，非常之靚啦。一樣嘅嚇，就係3房1個衞生間。
呢個係客廁又得，主人廁所又得，都係佢啦，都係非常之寬落嘅。呢間房西南向，榻榻米同埋書台全部設計好俾你啦。呢個設計係相當 OK 嘅。開發商咧將呢一間房咧設計埋一個工作間嚟噶啦。你咧交俾你嘅咧，呢啲全部係冇嘅，攞嚟做房間係夠寬落噶啦。衣櫃都幫我哋設計埋好。主人房咧呢邊咧就向東南向嘅，望住博愛路啦同埋小區嘅園區咯。呢個咧就係89方嘅單位，97萬咧就可以攞低啦，直接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咯。環境係唔錯嘅。呢間房咧，中意呢啲客廳餐下一體嘅咧可以揀呢度，中意分離嘅咧可以揀88方嘅，係唔同嘅。再嚟睇埋104方嘅單位，係3房2廳2個衞生間嘅。一樣係交樓嘅標準都可以望到啦，智能門鎖啦，呢啲全部交樓嘅標準，中央空調啦，所有望到嘅呢間咧就係真真正正嘅交樓標準，因為冇任何家私噶嘛。呢個咧就係開發商嘅交標嚟嘅。先睇個廚房位置咯，104方呢個廚房咧就係相當之寬落啦，可以望到呢啲咧全部係交標嚟嘅，包括吊櫃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呢啲全部係西門子嘅，呢啲咧就係交樓嘅標準嚟噶啦。呢個騎樓咧就唔需要打通噶啦，攞嚟放洗衣機啊，放埋熱水器啊，相當 OK 噶啦，晾埋衫、曬埋衫都不成問題嘅。客廳咧就係餐客一體嘅，呢邊就係做埋個餐邊櫃，放埋個圓台都不成問題噶啦，好寬落嘅。呢個客廳咧就係3.8米嘅闊度啦，係非常之闊噶啦。同時10個8個人睇電視活動 OK。騎樓位置東南朝向，望山景，望成個開發區嘅城市配套高樓大廈，係咪好靚仔呢？呢一套房咧係非常之推薦嘅，因為總價帶埋裝修先110萬出頭就可以攞低啦。客廁乾濕分離嘅，呢個設計好完美嘅喎。呢一間房咧就係送一半嘅面積嘅，窗咧係朝東向嘅，都好陽光嘅。呢一間房咧就係大嘅房間嚟嘅，東南朝向望遠景、望山景嘅房間，好寬落。再嚟睇埋呢個係主人房嘅套間嚟嘅，呢個係主人間嘅洗手間，房間咧都夠寬落噶啦。窗戶咧就係東南朝向嘅，好陽光嘅，帶埋飄窗咯。110萬可以喺博愛路上買到咁靚嘅住宅，係唔錯噶啦。想當年3年前呢個小區真係排晒隊都買唔到嘅，我哋嘅客戶咧真係苦苦哀求啊，叫開發商平1000蚊就攞低，開發商都唔肯啊！嗰陣時嘅單價係2萬以上嘅，所以咧而家10888一個方就可以攞低咁靚嘅單位，仲係樓層任揀嘅，一定要提早過嚟睇睇啦！提早一定要提早，先到先得，樓層可以揀得更加靚嘅，有諗法嘅嗱嗱聲嚟揾我啦！